從無休止每秒牽掛着我找到生存意義，全因這愛字。其實咧，我好細個已經係大深度眼鏡㗎啦。講緊嗰時候其實都唔講咩問題，而家最多係醜樣啲咯。咁啊，成日都企喺同學嘅後邊，雖然我睇唔到咁清楚，但都匿喺後邊，因為後邊冇人見到我啊嘛。咁於是乎我就開始參加出邊嘅會嘅活動啦，參加咗會員會啦，或者其他輔導會嘅復康訓練咁樣啦。到一定學習咗一定技巧就出嚟，咁啊利用我自己嘅能力，直到而家我都係有出去做義工啦，去同其他朋友講，新失明嘅朋友咧，同佢講下經歷。可能你話當其他人同嗰啲失明朋友講話，你信我啦，得㗎，行翻出嚟得㗎。其實係如果你一個開眼嘅人同佢講，佢係唔會相信咯。但係我哋咁樣視力有障礙嘅，咁佢真係，咦，真係行到出嚟喎。其實係好嘅。跟住，今年最開心㗎啦！我哋會搞到個戲劇訓練班啦，將我從以前心入邊嗰團火咧點翻着喎。原來係嗰種開心咧係難以形容㗎。再過而家呢個音樂劇，哇，好開心，大家玩到傻晒。所以我同大家講咧，睇唔到嘢係，其實你如果將佢只係當咗不便嘅話咧，你唔好再睇到咁大，其實可以行翻出嚟。如果一路咁抱怨自己、埋怨自己，或者埋怨身邊嘅人，怨天怨地，冇用㗎。你只要面對心，行翻出嚟啦，你一定得嘅。是你教我想得開，要奮鬥學懂愛，雖身處困境仍能自愛。回看這些年，逃避不解開，心裏活結。